金曲乐团迷先生歌曲一首接一首，台下的乐迷们举起手灯，跟着节奏摇摆。全台首届国际火舞艺术节以"活力重生，岛上觉醒"为主题，选在安平渔光岛举办。从下午的乐团炒热气氛，一路嗨到晚上的火神祭。手拿火箭，帅气一挥，火光四射。由台湾的即将成真火舞团领军，融合杂耍、武术与现代舞，以创新编舞、音乐与东方意象，打造出属于台湾的火舞语言。来自英国的足弓射手倒立以双脚精准射中箭靶，瞬间蹦出火花，全场惊呼连连。那我想这一次的国际火舞节，真是让我们看到了火舞的各种不同的形式。文化部非常开心能够支持这样，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支持他们，把火舞的艺术带给全台湾的民众。透过渔光岛这个艺术之岛来实践他们的梦想，用他们热情的火焰点燃了这个梦想。在台湾甚至整个亚洲都没有火舞节，在文化部的支持之下，火舞团就在台南自己办，邀请世界的火舞者一起走进台湾。夜间主舞台演出火力全开，来自5个国家，超过10组团队轮番登场，火扇、双棍、高空射箭与刀术火舞相当精彩。记者周怀谈的报道。